来看下盘山一个，互人敢若想无这个画面，伫民众伫下盘山咧武岭翕风景时，意外翕到不明飞行物体伫高速这个慢速镜头内面，伊有去翕到这个物件是为另外一边山的另外一边冲入到云内底，后来为另外一边佫出现这个物体为云内面出入，最后佫冲落下落架了呢，伫空中伊呢直角。随动态的方式，佮飞上天，这个速度是有够紧。这个物件大小形无成鸟啊，嘛无成虫。这个画面一个铺到网络，引起一个网友伫讨论。镜头翕到一个乌乌的小黑点伫天顶刷叮当，速度实在伤紧，甲速度放较慢咧，看较详细咧。黑点一个冲入去云当中，一个45度角冲入去山林，刷落来就无去啊。黑点又搁出现一个停落，一个对天顶飞，搁飞出镜头外口。黑点的飞行方式真奇怪，翕到的地点就伫南投的下盘山。第三公司翕到不明的飞行物，互翕到的人真好闲。将影片放到网络顶，要问大家这到底是啥？网友拢伫下骹闹话讨论，有人讲是空翕机降落，嘛有人讲是外星人基地，搁有人讲是不明飞行的虫，嘛有人讲是鸟仔起笑的黑白飞，搁有人讲算笑讲这是飞蚊症。不过这到底是啥物？有两名专家安尼讲，因为目前空拍机很流行，我觉得应该是空拍机，应该不算是什么飞碟。飞碟不可能那么小。两名专家认为黑点有可能是空翕机，不过去年嘛有民众赛车伫国道3号明港往德山方向的时，看到山头有一个真光的光点，民众翕到不明的物体嘛引起在地人讨论讲这到底敢是飞碟？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